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聞大排檔。6號東張西望報導咗石硤尾一個公屋單位，一家三口有屋唔住，堅持喺呢個同層嘅後樓梯生活同埋瞓覺，霸佔公共地方。7號啦，繼續報導呢一家三口嘅故事。金永玲見到母子二人喺後樓梯食飯，於是就上前理解究竟發生啲乜嘢事，有屋唔住要喺後樓梯住呢？好奇怪喎，呢個舉動。我哋一齊睇睇新聞詳細內容，一齊分析一下，拆解一下究竟發生咩事。唔該晒大排檔主持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排檔。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，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。今日同大家講單新聞，真係聽到都覺得離譜，但又忍唔住笑，仲要學到幾句金句。講緊嘅就係東張西望最近報導咗石硤尾一個公屋單位嘅離奇事件，有一家三口明明有屋住，但偏偏要霸佔同層嘅後樓梯喺嗰度食飯、飲酒，甚至瞓覺。節目組去採訪嘅時候，仲俾呢家人用金句連環炮轟，包括東張西望有咩望？公眾地方點解我唔坐得走廊嚟嘅咩？呢位爸爸仲要態度極度惡劣，手指指咁鬧人，仲話要打人添。呢單嘢真係睇到人又好笑又無奈。先同大家講下呢單後樓梯奇人嘅來龍去脈。據東張西望報導，石硤尾一個公屋單位嘅一家三口有屋企唔住，偏偏要將後樓梯當成自己嘅私人空間。佢哋將雜物、食物、飲品甚至床鋪都搬晒出後樓梯，喺嗰度食飯、飲啤酒、瞓覺，完全無視其他住戶嘅感受。節目組去採訪嘅時候，主持金永玲見到肥哥哥同佢媽媽喺後樓梯食飯，於是上前了解。肥哥哥態度好強硬，話唔使社工幫手，而媽媽就全程默不作聲，只係默默咁想將飯菜搬返入屋，但俾肥哥哥阻止。之後肥哥哥嘅爸爸突然出現，成為全片嘅高潮。佢一嚟就拋出金句東張西望，有咩望？當節目組問佢點解要霸佔後樓梯，佢就理直氣壯咁話：既然公眾地方，點解我唔坐得？公眾即係大家地方啦。我坐喺度食飯飲啤酒唔得，有咩理由啊？豈有此理！佢仲話自己喺後樓梯瞓覺都冇問題，我梗係瞓覺啦。我夜晚瞓覺唔得咩？走廊嚟嘅咩？佢仲主動帶節目組去睇佢擺喺後樓梯嘅酒水，挑人話出去影，睇下你夠唔夠膽。但轉頭又發難，用手指指向主持，趕佢哋走去死，搞震喺度，態度極度反覆。最搞笑嘅係，當節目組問到有冇喺後樓梯大小二便，爸爸又即刻發難，話18樓有坨屎，就話係我兩仔爺你，有咩可能我哋14樓住去18樓嚟屎？之後仲繼續妙語連珠，揸住垃圾機就喺呢度影，你就影啦，你唔影我就打你。即使有鄰居出入，佢都照樣中氣十足咁鬧人。後來保安到場要求節目組離開，爸爸仲要加多句：你未夠班。最終翌日節目組再返去，見到大批房署職員同保安，肥哥哥就躲返入屋，乖乖清走後樓梯嘅雜物。呢單新聞出咗之後，網上嘅反應可以話係非常熱烈，而且網民幾乎一面倒咁鬧爆呢家人，但同時又好欣賞爸爸嘅金句。有網民話：呢家人真係不知所謂，霸佔公共空間仲要咁惡。亦有網民話：爸爸啲金句真係經典。東張西望有咩望可以成為年度金句？有網民質疑房署做乜唔早啲處理，要搞到上東張先肯做嘢。亦都有網民同情鄰居，住喺隔離嘅街坊真係慘，成日要忍受呢啲噪音同雜物。當然都有網民話，雖然佢哋嘅行為好離譜，但爸爸嘅對白真係好有娛樂性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深入分析幾個層面。第一，呢件事反映咗公共空間被濫用嘅問題。後樓梯係大廈嘅公共地方，屬於所有住戶共同擁有，主要功能係逃生通道，將雜物甚至床鋪擺喺後樓梯，唔止阻礙其他住戶出入，更加可能喺火警或者其他緊急情況嘅時候阻礙逃生路線，危及所有人嘅安全。呢家人將後樓梯當成自己屋企嘅延伸，完全漠視其他住戶嘅權利同安全，係一種極度自私嘅行為。
第二，呢件事都帶出咗公屋管理同執法嘅問題。呢家人霸佔後樓梯嘅行為好明顯已經持續咗一段時間，但似乎房署同管理公司一直未有採取有效行動。要到東張西望報導之後，先見到有職員同保安到場處理。呢件事反映咗公屋嘅管理同執法可能存在漏洞，需要加強巡查同跟進，避免同類問題持續惡化。第三，呢件事都令到我哋關注基層家庭嘅居住問題。報導提到，呢家人嘅單位塞滿雜物，連站立嘅位置都冇。呢個情況可能反映咗佢哋有囤積雜物嘅習慣，或者居住空間嚴重不足。雖然霸佔後樓梯絕對唔啱，但背後可能涉及更複雜嘅家庭問題，例如精神健康、生活壓力等社會上嘅支援服務，例如社工、房署嘅輔導服務可能需要介入，協助佢哋解決根本問題。第四，呢件事都凸顯咗傳媒嘅監察力量。東張西望嘅報導將呢個長期存在嘅問題曝光，迫使房署同管理公司正視問題，最終令到涉事住戶清走雜物。呢個案例證明咗傳媒嘅報導可以起到監督同推動作用，促使有關部門加快處理問題。當然，傳媒嘅報導亦都要保持客觀同公平，避免過度渲染。其實類似嘅霸佔公共空間事件喺香港嘅公共屋邨時有發生，有時係後樓梯放雜物，有時係走廊擺鞋櫃，有時係天台種植物。呢啲行為雖然未必全部有惡意，但都會影響到其他住戶，甚至造成安全隱患。要解決呢類問題，需要住戶自律，管理公司嚴格執法，同埋有關部門提供適當嘅支援。總結今日呢單新聞，石硤尾呢單後樓梯奇人事件，雖然過程搞笑，但背後反映嘅問題一啲都唔好笑。霸佔公共空間，阻礙逃生通道，對鄰居造成滋擾，全部都會需要正視嘅問題。希望房署同有關部門可以加強管理，同時亦都希望涉事家庭可以接受適當嘅協助，解決背後嘅住屋同家庭問題。至於東張西望有咩望呢句金句，相信會成為香港網絡嘅經典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你對呢單後樓梯奇人事件有咩睇法？你住嘅大廈有冇類似嘅霸佔公共空間問題？歡迎下面留言講下你嘅經歷同意見，記得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